查某高中生险啊，互嫌犯拖去，警方已经抓到42岁的嫌犯，伊是随机犯案，不过动机还阁需要调查。由于战争拍到打，台湾因为有政府补贴油价，通货膨胀未超过2%，而且受到 AI 带动，台股早盘阁冲到38916点。台北首都火车烧弄5个人重伤，而且2班火车车头也弄到冒气，原因无排除是冰河过样，也是人为疏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4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看阿里山林铁的人员，昨日巡逻时，经过嘉义市新生路的平交道，煞去弄到一台硬要冲过铁基路的轿车，有一个林铁员工受伤送病院。因来林铁这方面是表示讲会交予警方依法来甲开发，嘛会甲这肇事的车主讨赔偿，也有医疗的费用。阿里山林铁导班人员伫23透早5点外塞台车进行巡逻勤务的时阵，都经过嘉义市新生路平交道边仔，就冲出一台车，林铁员工未负反应，发生烧弄的事故。毋但台车互弄甲离开铁道，佫造成一名林铁员工为台车摔落的重伤。平交道的警示、高警设备及遮障管都正常作用下，仍遭闯越平交道自小客车撞击，造成台车一位同仁摔落台车。明明平交道的栏杆已经降落来，赛车的驾驶也是抢紧硬要冲过，发生烧弄的车祸了后，轿车的驾驶嘛连面落车来关心，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赶紧将人送去病院。请警方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方向侦办，本处亦会向肇事者求偿同仁的医疗费用及台车的修复费用。林铁处表示，这件车祸无影响到阿里山火车的车帮，林铁处嘛呼吁。平交道有警示的安全设备，若是有启动的情形，就是有火车也是台车要来通过，用路人拢爱停车等候。硬要撞过去的行为，除了要面对法律的责任，嘛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事故，甚至要赔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提醒大家要去这公共便所，千万要爱细腻。代替新做营站的查甫便所呢，或者清洁人员发觉讲这尿斗啊，互人家偷按摄影机。警方调监视器追查，发现这是高铁一个姓郑的员工，嫌疑是上界大的。目前是照这妨害秘密等罪嫌甲以上，昨伫咧获刑了后是10万块交保。沙铁强站的高雄新总营站，平均逐工伫遮出入的人次拢是几万人起跳。23所传出代替新总营站2楼北边的查甫便所有人偷袭。桥头地检署是去年12月接到通报，有清洁人员发现一个查甫人定都走来这搭便所，鬼鬼祟祟，唔知咧创啥。落尾伊去摒扫时，就发现肉道顶悬放偷装监控摄影机。检警顺线追查，及时发动敲锤，发现一名姓钟的查甫人涉嫌重大。查扣被告电脑、手机进行数位鉴识，以确保相关影像不外流，并循线查获中信被告涉嫌在114年3月间起，在台铁新左营站厕所内装置摄影设备，偷拍他人如厕影像。没有发现过那个遗留性那种东西。但是现在经过这件事情，我们就会注意。因为风声这个姓钟的查甫人，敢若是高铁员工，高铁也证实是员工个人的行为。第一时间已经先清查高铁内底更衣室甲便所，无任何的发现。后续会配合检警的调查，只要确认是事实，就会对员工进行处分。不只个新总营站，逐工来去遮侪人，听到嫌犯对去年3月就开始偷袭，民众拢真烦恼。对小孩子来讲是蛮担心的，因为身为一个家长，你会觉得说，在台湾应该是很安全的。对，那怎么会是在南侧？我是比较担心，就是这种万一被拍到的话，会不会哪一天在网络上就突然看到我们自己的照片被 po 到那个影片上面去了，对吧？造成以后不敢在外面随便上厕所。代替表示，代志发生了后，逐礼拜拢有针对便所实施反监控的检查，确保使用者的安全。检方强调，已经通知嫌犯交还说明，会继续清查被害人，就此来厘清案情。记者柯家如赵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这花莲呢，是有游客坐船啊出海要去看海洋，结果所发现这海里呢有物件安尼浮浮沉沉，我近一个甲看，竟然是一个查甫人的遗体。这船长是赶紧通报海巡署来甲处理，目前判断应该就是前几日啦，伫台东三仙台呢跋落海失联的钓鱼客，已经联络伊的家属，赶紧来确认身份。
海巡人员甲铺伫海边的遗体装入地下了后，浮起来。这是花莲一只看海翁的船，2、3早起出海的时，发现有物件伫海里浮浮沉沉，拄开始掠准是废弃的掠鱼的工夫，无想到挖进啊看，才知影是人的遗体。本来以为是一些废弃的渔具或者浮具，但我们另外一位资深的船员，他越看越不对劲。那等到我们距离拉到大约只有大概100-200公尺的时候，我们透过望远镜，那看到人的皮肤，就很确定那是一个在海上漂浮的大体。船长随停止行程，通报海巡署，海巡人员赶去现场，甲扶起来，而且甲遗体载登去港口。迄当阵船顶有50多个国内外游客，解说人员也甲游客说明状况。若照讨海人的方式，会当伫茫茫大海当中帮助死者登去厝，这是功德无量。在船上的每一个乘客，因为大家都很体谅现场的状况，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在船上的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解说员，他非常有经验，那也很镇定的，不断的让船上的乘客知道说，第一个，这不是一个很晦气的事情。初步调查，死者那像就是4月17日伫台东三仙台失联的钓鱼客，已经通知家属来临，详细身份要待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彰化秀水有一间铁厝的仓库，昨昏买暗仔的时着火烧，因为这内底藏的是塑胶原料，所以这火一个倒起来，毋但是乌烟直直呛悬，也阁有真歹闻的塑胶味。这消防队呢是出动10多台水灵车去拍火，后来是顺利来控制火势，加载嘛无人伤亡。现场为一层铁五塑料仓库起火，然后总楼地表面积约500平方公尺，全面燃烧。那我们立即在第一面部署救灾机器人及多条的一个水线，也在第3面部署3条的泡沫水线做一个灭火攻击及周界防护，然后也运用无人机来监控火势一个发展，然后火势在1个小时内获得控制。这铁厝的厂房呢是烧甲呢红记记，因为内底是放真侪塑胶原料，毋但火直直炭，这乌烟直直呛，也阁有真歹闻的味。而且这导火的所在呢是离主体真近，消防队出动机器人来救灾，也阁有无人机来监测现场的状况。加在这火势伫暗时8点有顺利来拍花，也无人员的伤亡，也毋过详细的原因，也阁有财物的损失，这是也阁需要调查。同款是伫彰化来看河边的太平路呢，伫2月底时才发生这狗仔掠人，而且佫咬人家的这个事故。结果顶礼拜又佫有学生囡仔伫经过这附近路口的时，互狗仔撞出来，甲掠甲跋落去水沟底，而且佫造成脚刺伤。东方所是表示讲，已经有派人去现场了解啊。若准这狗仔是有人饲的，安尼就会请主人来负责。学生骑电动机车经过彰化河边的太平路，雄一只狗仔走出来，学生着惊，回头要看是啥物情形，结果一个无细力，全规个人摔落去水沟内底，造成骹目受伤、大腿刺伤，电动车嘛摔甲害去。狗咪伫啊，三只骨伫啊，啊看伊来，咱白个咱要甲对，啊伊着惊后底看讲，咱弄去调，咱把就变过。这个所在伫月底才发生10多只狗掠人咬人的事件，当时彰化动防所有掠到9只狗仔，而且依照动保法对主人处罚。结果伫无到100公尺的路口，顶礼拜佫发生狗仔掠人的意外，附近民众就怀疑掠人的狗是迄阵老狗掠无到的。动防所接到通报，拜5早起随派人去现场了解状况。掠剩3只了，目前有个3只，今日都无看。今天早上会请同仁到现场去调查一下，追民众的这只犬只是有主权。如果是有主权，我们会请畜主负起畜主犬只管理的责任。彰化动防所表示，经过调查，若是狗仔有主人，而且无做好管理责任，造成民众受伤，会依照动保法处罚。若是弄动狗，而且清洁队协助掠狗进行安置。附近民众表示，近摆经过遮拢心惊胆吓，希望相关单位会当积极处理，避免类似意外搁再发生。记者杨淑静彰化报道。再来看台南的永康是发生查某高中生险互嫌犯拖去空厝的案件，即马警方已经抓到人，这是一个42岁嫌犯，而且伊是随机犯案。伫咧犯案进前呢，佮去学校附近甲巡10几届。伫犯案了后，伊嘛知影爱随换衫，而且佮改用行的。目前警方是要佮咧调查伊犯案的动机。
全小组挖过去，随甲这个姓蔡的工人用手铐铐起来，伊就是22下晡，趁查某学生下课要回家时，凶甲查某学生按喙 QQ 6要拖入去空厝。加在基层的民众帮赞，查某学生才脱过劫数。警方专案小组用巡逻车、行车记录器翕落来关键车牌。第24点钟内，伫东区嫌犯的住处的所在，成功抓到这个42岁姓蔡嫌犯。虽然伊无前科，专案依照强盗、妨害性、自主未遂等罪嫌，依上法办。专案小组持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核发的拘票，将蔡姓犯嫌逮捕到案，并取获作案的衣物等证据，全案正扩大侦办当中。经过了解，姓蔡嫌犯计划真周全，伊甲案发地并无地缘关系，煞伫4月期间来到校园附近勘察地形，上无杂解。案发当天，佮较提早1点钟来学校等，伊佮挑工甲机车停咧1公里外。犯案了后，佮随甲原本的外裤换做黑色短裤，透过行路甲变装，制造混乱。他逃逸的部分确实有变装，所以有增加我们那个侦查的困难度。那换完装之后，他就直接回家了，就是发生点的附近，刚好我们的行车记录器有拍下车牌，然后我们去反推。这站引起地方关心，针对案发路段，监视器无交记录，明代特别要求相关单位校长会勘，要求爱保持治安死角。那附近学校嘛加强校外巡逻宣导以外，减买笔啊发给学生。拓勘的施工单位要筑起这个菱形的网状的围篱，但既有的监视系统并没有去涵盖到这些人行道，所以呢，透过这一次的会勘，我们也会临时的紧急来布设几组的监视器。学生要放学之前紧急发放。对，每个人都有1颗，然后告诉他们，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大声的吹哨求救。为了避免搁再发生，市府讲结合学校甲跨部门主管，设空间防卫概念，计划伫校园周边建构安全廊道，除了加强巡逻，卖针对较旧的空厝、较暗的巷仔路进行环境清查，甲照明改善。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的是，这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较外郊区的所在呢，是发生通勤列车烧弄的事故，有5个人重伤，13个人轻伤。这2帮火车车头也拢弄甲冒气，加在尚无造成这败马的情形。事故调查小组认为，讲这原因无排除是灯号各样，也是人为所致。丹麦2列通勤火车相对弄的事件发生在哥本哈根北边大约40公里的所在，我近希列路特镇。当地时间23透早6点29分，2列火车相对弄，车头严重变形，车窗甲10方玻璃碎去。不过列车甲车厢并无败马，或者是变气。2列列车连接希列路特甲卡吉罗普，是当地居民的通勤要道。迄当阵车顶有37人，当地民众拢互这件代志惊到。I usually can hear the train going through the forest to warn passers-by, and I haven't been hearing it this morning, so I should have really thought something was up. Vi bruger ikke at have uheld på den måde i Danmark, så det er ganske uvant, og vi tænker selvfølgelig rigtig meget på de mennesker, som er blevet berørt af det. 负责这条路线营运的铁路公司进行的初步调查显示，其中一个火车运将及时打洞啊，佮协助疏散乘客。消防甲救援团队接到通知，随赴现场，透过直升机甲救护车将伤患送去病院治疗，详时成立危机处理中心，安置无受伤的乘客甲亲人。Nogle havde grædt ude ved toget, fordi at de var blevet forskrækket og havde synes ikke det var rart。丹麦事故调查小组表示，事故原因可能是号志故障，不过嘛无排除人为过失，可能是运将无看号志就进入错误轨道。另外，事故路线也未使用自动化安全系统。丹麦的铁路一向互感觉真安全，不过伫2019年，一台载货列车伫跨海大桥顶互大风吹甲变过，甲对向载人的列车相撞，造成8人死亡，16个人受伤。2025年，一台特快列车弄到一台农用卡车，造成1个人死亡，27人受伤。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另外，伫南韩这2架 F-15K 的战机呢，是伫2021年的时阵烧下。后来监察院公布这调查的结果，发现讲是这当中有一个飞行员为着要来纪念最后一届的出勤，所以全翕相佮录影，无细致才会造成意外。所以即卖是要求这个飞行员得爱赔187万的代票。
南韩的检察院日公布发生伫2021年12月2台 F-15 战机伫空中毁掉事故的调查结果，南韩空军为此对社会大众道歉。检察院调查小组讲，迄当阵2台战斗机伫中部大区执行任务，开僚机的飞行员为了要纪念伊伫部队最后一遍飞行，摕家己的手机翕相录影，为了要互另外一台领机的飞行员翕到家己更较好的画面，僚机飞行员突然间将飞机有关背升，并且并射。虽然知影安尼2台飞机会伤晚，不过已经未付的补救也是去弄掉。2个飞行员拢无受伤，不过2台飞机分别是倒屏的事故加尾流的事故受损。所以南韩空军政府8.8亿韩元，差不多代表1874万的维修费用。检察院的报告内面讲，这位目前已经退役的僚机飞行员，伫任务进前的简报就已经甲其他人讲，伊要翕相的计划，而且翕重要的飞行相片，伫迄当阵的飞行员内面是正普遍的代志，也毋是僚机飞行员伊第一遍翕。空军本来是要求僚机的这位退役飞行员再负担所有的费用，不过伊2023年提出上诉，并解讲，迄当阵领机的飞行员有看到伫咧翕，算是准伊安尼先做。因为检察院要求僚机飞行员付空军所要求的1/10的罚款，也就是8800万韩元，差不多代表187万5千块。检察院讲，空军无有效监管飞行员的个人摄影器材，本来就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并且考虑到僚机飞行员伫代志发生之前，飞行记录一直拢正好，并且会当快速将受损的飞机安全飞转去基地，避免国家进一步的损失。不过，检察院的报告内面并无讲到2位飞行员的名，也无讲到对另外1位牵涉的飞行员有采取任何行动。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去年发生伫美国佛州大学的一件枪案，是造成2个人死亡。根据警方的调查，凶手呢是甲 ChatGPT 来开讲，结果 ChatGPT 是有甲建议讲爱使用倒一款枪，而且佮甲讲倒一个时段是较适合犯案，所以警方是质疑这 ChatGPT 有协助犯案的嫌疑。去年4月，一个枪手伫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致死2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随后警方开枪射伤送医。枪手方指控几项谋杀甲谋杀未遂罪，检方对伊就处死刑。警方调查验 ChatGPT 的对话了，因为要对 ChatGPT 和母公司 OpenAI 展开刑事调查。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hooter and ChatGPT revealed that the chatbot advised the shooter on what type of gun to use, on which ammo went with which gun, on whether or not a gun would be useful in short range. ChatGPT advised the shooter on what time of day would be appropriate for the shooting to interact with more people, and where on campus would be the place to encounter a higher population. 调查的目的是要确认 ChatGPT 敢有协助，也是唆使犯罪。就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向 OpenAI 发出传票，要求提供相关政治甲训练材料的记录，通确认 OpenAI 敢着对于 ChatGPT 伫这件枪击案内底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刑事责任。My prosecutors have looked at this, and they've told me if it was a person on the other end of that screen, we would be charging them with murder.OpenAI 的一个发言人回应讲，这类大学枪击案件是一场悲剧，不过公司对此无承担任何责任。在知影这个事件了后 ，OpenAI 识别出一个相信是和嫌犯有关的 ChatGPT 考作，并且主动分享给执法单位。伊嘛讲，日本内底 ChatGPT 依照事实提供网络公共资源内底普遍存在的资讯，并无鼓励也是唆使非法的活动。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译。来看即马这 AI 科技是当咧实行，网络社群企业 Meta 呢，伊是宣布讲，因为这 AI 的发展是足开钱的，所以为着要传有够价的资金，会来吸差不多8000个员工。那另外这半导体企业三星呢，伊是因为讲这员工不满 AI 的收入分红是看会到、食袂到，所以全发动示威，要求公司呢这调薪甲食红的制度都要公开透明。为着伫咧人工智慧的世界做王，社群媒体大公司 Meta 当咧面临真沉重的财务压力。公司宣布要裁10%的员工，总共8000人，而且上时甲6000个原本要少的缺冻结起来。
执行长萨克伯格就讲，因开真侪钱投入 AI， 虽讲是必然的选择，毋过开发的成本是伤高啊。公司必须要用裁员来应对。虽讲伫咧事故总部外口，要有上定社群时代的市站的地标。毋过即马内部，所以已经开始转向追求简单的营运模式。镜头转来到南韩平德市，三성电子的半导体工厂外口有几若千人伫咧抗议。三성电子的工会发动大规模集会，223大概有3万到4万的员工参加集会，因要求加薪水7%，而且废除奖金的上限。虽讲三성因为 AI 头一季赚的钱，预估会赚足济，毋过员工控诉公司家基层的贡献当作空气。工会高站也强调。组织规模当咧扩张，若是公司无回应诉求，会用更加积极的行动。우리는 6개월 만에 6,000명에서 75,000명이 되었습니다. 우리는 삼성전자의 과반 노조가 되었습니다. 이제 우리는 총파업으로 삼성전자를 바꿀 것입니다. 工会表示，这场集会敢若是大话头尔尔，而且如果若是谈判无结果，会伫咧5月日开始举行18天的罢工。因为三성还有 SK 海力士拢总供应全球2/3的记忆体晶片，市场就烦恼讲，长期停工可能造成产线断气，会影响到全球的供应链。伫咧 AI 技术需求愈来愈侪关键时刻，这场劳资的谈判已经变作是影响全球半导体无确定的因素。公视新闻郑伟仁编译。再来看，这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讲，伊即马咧无急要结束战争，因为毋过这场美伊战争拍到呾，除了是这能源的供应已经有疑虑啊，通货效应嘛，通货膨胀这效应嘛已经出来啊。咱台经院是认为讲，台湾呢目前是因为政府有补贴这个油价，所以通货膨胀其实是袂超过2%的，而且因为这 AI 带动出口，所以台股今仔日早盘是冲到38,916点，若台积电也起到2180块。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创新高，冲起1万点，带动台股拜五开悬行悬，以37,862点开盘，无1点钟就涨去38,000点，上悬38,916点，要挑战39,000点。专家分析，受到市场信心恢复，按算台股收盘可能是红的。受到金管会放定台股股票型基金、台股主动 ETF 投资高一种个股有关比例，对10%提升到25%。专家推测对股价的趋势是有帮助。现在呢放宽了以后呢，那这个个股来讲的话，那当然对于他们的上涨空间呢也放大了，那所以对于这个股价的走势呢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台股会当冲起来，主要是因为宽台股台积电甲规个盘经调咧。台积电20时的股价早盘一时徛起2180块，起100块。IC 设计带头的联发科，这礼拜又搁出现第3届起较真磅的情形，一时来到2435块的历史新高绩效。台经院的专家分析，台股4月大起超过6000点以上，按算会带来财富的效果。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无急着结束甲伊朗的战争，不过台湾的 GDP 希望是会当保持7%。民间消费因为台湾股市非常热络，所以有一点财富效果的上修哦，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大概上修3.5亿。那主要的原因还是 AI 相关的。影响中东战事引发的石油能源供应的问题。虽然国际能源署放出成员国的战备库存油，不过专家认为战事若拖长超过150天，引发的通货膨胀可能真惊人。停滞性的通膨是指2位数以上的物价上涨。经济停滞衰退，物价2位数上涨，民众一定受不了。台经认为，台湾因为油钱补贴、甲电钱暂时唔去等等的政策，累积今年第一季 CPI 年增率1.23%，按算是袂冲超过2%。不过，有人爱观察地缘政治甲贸易政策的变数对后续景气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看到这回，咱总统赖清德的史瓦蒂尼访问行程是受到影响。民进党团是咧谴责这中国打压的行为，也那国民党颠倒是认为咱外交甲国安团队拢应该得爱检讨。副总统萧美琴伊是表示讲，这台湾在国际上是直直受到欺负的，不过咱要是会甲世界交朋友，无人有权来阻挡。
总统赖清德原定出访非洲友邦苏瓦蒂尼，却因为中国以经济手段施压，和塞西尼、毛里西斯、马达加斯加三国取消专机飞行的许可，历史出访的行程暂停。副总统萧美琴二是中心，台湾人会以善良交陪，继续拍拼，甲世界交朋友。台湾在国际上一直都遭遇很多的挫折啊，我们大家会持续的来为台湾的外交跟世界接轨，来共同的努力，没有人有权利来阻挡我们。民进党立委党团嘛，伫议事的议会中提出维护我国外交权利案，谴责中国打压。经过调查，党团共识，政府依托交互协商。除了去责怪中共之外，自己的外交跟国安团队是不是同时间也有很多能够需要检讨的地方？无论蓝绿，当总统的人出访到我国的友邦，我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会支持。可是为什么过去绿营的总统也能够到史瓦蒂尼去，就偏偏是赖清德总统他去不了？那美方协助我们去就是谈这件事情的声明，也比以往所谓面对中共打压的时候的这个词汇轻了非常多。中国不敢面对他们对国际第三国进行外交施压的行径，他们希望形塑的就是一中原则是全球的共识，却无视于台湾长期主权治权都独立的现况，希望跨党派共同谴责中共进行的外交施压。人后续是不是由外交部长林佳龙代替出访？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表示支持外交部后续的拍拼甲应对的方式。美国方面是由联邦众议员戴芬尼致函予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质疑塞西尼等非洲三岛国因不负责任的行为创下危险的先例，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措施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防特别条例总协商时无共识，立委王定宇呢，伊是表示讲，前美国官员有警告，讲这传习会进程，若准国防预算无通过，安尼后果恐惊是会真严重的。那赢鲍坤奇伊是表示讲，其实在野呢拢有支持国防甲军购，也毋过袂当稳准拍算一角劲。中东战事也未动点。华人记日报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用真侪弹药，包含超过10粒的政府巡弋飞弹，加上10粒的炸药、爱国者等等。评估若准中国伫短期内侵略台湾，美国可能无法度完全执行防卫台湾的应变计划。不过，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佩佩罗强调，目前无实际看到对伊朗的战争影响美国弃军阻挡中国的能力。印太司令不会让人家碰，因为这边是他要负责这边的安全，万一这边有事，所以亚太的库存应该不会碰。川普总统已经叫我们的军火的公司要增加他们的 production。吴振东认为，台湾唔来继续强化国产飞弹。家己做的量能，弹药的保存也爱更加较全，才会当有效吓惊阻挡中国。不过，国防特别条例伫立法院23协商无达成共识。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就表示，美国智库 CSIS 进行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的时，来做过美国国防官员的成员就警示，若准无伫传习会进程通过国防预算，恐惊会付出凄惨的代价。我们怎么回应美方的期待呢？如果把它摆到川习会之后呢，他认为对台湾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形，台湾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绝不容许再有什么做装潢的、卖茶叶的、卖马桶的来卖军火。鲍坤奇也重新强调，在野拢支持国防军购，不过无稳准澳大亚基碰过的情形。学者李顺分析，第5月传习会进程，美国应该未宣布新的对台湾的军售案，创造比较好的一个会谈的条件。那这个条件里面也包含了会这个延迟对台湾的军事以及其他上面的新的安排了。所以在川习会之前，大概不会有什么军购的宣布。李顺认为讲，川普政府对台湾军售的意愿无改变，呼吁朝野要是赶紧通过国防特别预算，除了对外军购，国防自主量能也要继续提升，这袂对台湾防卫战略产生长期负面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对美国进口来台湾加工的这马铃薯呢，检疫标准即马是受到大家的关注。行政院长赵英泰伊是讲要一粒一粒来检查。也那农业部长陈俊贵伊是回应讲，若准伫个边境咧抽查的时，发现这马铃薯已经布价，经过业者提出改善计划书，安尼农业部同意了后，规伙规个马铃薯就会送去指定的加工厂，一粒一粒来甲检查。
院长，竹科检验马铃薯是不是被打脸啊？这个说法。面对提问，记者无回应。美国进口加工马铃薯输入检疫标准，这阵也有食安的疑虑。对行政院长杜英台前几日伫立法院备询的时，话讲爱逐日检查，嘛引起外界质疑停书，还有人力敢有够假。边境海关在开柜抽查的时候，有发现到马铃薯的芽。那这个芽如果经过业者提出所谓的改善计划书，我们也同意的话，就会拉到指定的加工厂的指定地点去查核。那这个时候的查核就会逐科检查。陈俊贵进一步表示，检疫人员负责监督，若所有接检重新去做选拔检选的部分，是由业者派人以空白的方式去做逐日检验。伫加工厂指定的地点查核的时，是伫农业部的监督之下，所有业者爱根据农业部相关作业流程检查。做不到逐科检查啊，这个第一个耗太多人力了啦，让业者来筛选，这个更莫名其妙，这等于就是卸责了。政府他的责任要挑起来，政府就是要为人民的食的安全来把关，这个不能够跑掉嘛，他就等于把这个责任就全部推给业者啊，好像方式变更。就好像那个食安的标准里面呢，或好像是那个风险的把关会做一个降低。行政院也一直在澄清，进到国内要进到消费者的肚子里面，不会因为整个运送规则的改变而去做任何的一个轻忽啊。农业部表示，为海关封柜后到加工厂指定的地点，拢也是边境检查的一部分，要有合格后，才会正式发检疫合格证。摕到检疫合格证了，才会当进行完整的加工生产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食安问题，即马为着要防止这非洲猪这入来到台湾，伫咧机场入境呢是有设这农业部防检署，也有关务署等等这个关卡。不过嘛是有旅客是拒绝检查，而且呢佮上网大文来质疑，这也受到大家讨论。手提行李照电工检查，就是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为高风险地区返来台湾的旅客，拢爱增加这个关卡。若是任何有疑虑的产品，若是水平条，就袂处罚。毋过有旅客返来台湾煞拒绝检查，这个时阵保全就会要求旅客来配合。伫咧这个过程当中，嘛甲这个拒绝检验的旅客翕落来，讲要通报。结果，这个旅客就伫咧网络铺文质疑保全敢有权利伫咧管制区内底无经过同意，就甲旅客偷翕。就保护我们自己农产品不是吗？就该检查就检查，就不是长久以来规定就是这样嘛？对啊，拒检。你怎么看拒检？自己做的经济才会拒检啊，就自己应该照规定的话，就是不要带一些违禁品。大部分的旅客表示，拢会遵守国家的政策，保护台湾的农产品。伫咧检查区嘛有采公告，说明为非洲猪瘟高风险地区入来旅客，无应该拒绝行李的检查。拒绝的人会交予防检署派人做伙去红绿线台，予海关执行指定的检查。拍摄照片这件事情，是因为如果旅客众多，没办法跟随到这名旅客的话，那我们会直接到红线台对该名旅客的衣着特征、公关污署辨识，以利可以做后续指定查验的行为。针对旅客拒绝检查，桃园机场检疫站表示，为了避免拒绝检查的旅客变作是防疫的破口，一般会派人到店去关务署红线台，甲拒绝检查行李做指定的检查。不过人若是伤济的时阵，会请行政助手摕公务手机翕旅客穿的衫，还有特征，予防检署通知关务署人员做指定的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一到拜二，这南投县府阁要针对焚化炉案来开宽屏的会议，有超过250个专家学者呢是联署来呼吁停止民间乡去焚化炉的计划。自规会是认为讲，这焚化炉离水源区是真近，也有学者认为讲，这重要的第三区甲农业区要来设焚化炉，伫这个时阵呢，恐惊是会引起尿室的安全问题。还给民间正义未来。
学者徛一排大声要求南投县府停止焚化炉的环评停书。针对南投民间要起焚化炉的代志，有学者发起联署，4天内已经有25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拜五因也召开记者会，呼吁县府唔通伫咧无共识、嘛无停书称义的基础硬来推动建设。有学者认为，在重要的第三区农业区设焚化炉，在即阵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嘛会对粮食安全造成冲击。农业是我们立国的根本，民以食为天，所以这件事情它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整个粮食安全的时候，它不是只有民间这样的事情，它更是我们全国人民应该要关心的事情。地址呢是非常靠近浊水溪，也非常靠近新民的净水厂。为什么林内的焚化炉没办法启用呢？就因为他们的净水厂没有纳入评估，所以我们的净水厂也一样，没有被环评纳入他们的评估。有学者指出，南投县甲农业县讲有关的 GDP 就占超过73%以上，焚化炉若起落去造成的损害是补偿袂来的，甚至是要起伫特定农业区。学者认为，县府应当说明一定爱选伫这的原因，嘛积极环评委员的专业度，要求县政府爱公布每一届的环评会议内容。你其实有很多可以替代性的选择，你为什么去选在一个最优良的农业区啊？这是非常不可原谅的错误啊！那么当然我们也怀疑了啊，就是说这些环评委员啊，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专业？台湾的手切茶、珍珠奶茶是国际同人知影台湾食食文化。这位学者呼吁南投县府应当爱守护有100亿产值的民间乡地米，嘛要求停止后礼拜日7伫北尾调开的环评环调界定会议。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开开虐待死亡案，这离互人民的社工陈尚基，伊是互人判2档的徒刑，毋过煞引起基层的不满。卫福部是来举办座谈会，处长卢建德是表示讲，即马当咧研究比较医疗纠纷来建立责任保险，处理社工的司法纠纷。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在研议了，好这个里面。但是这里面会牵到，就是说，你的整个这些它的这风险类别啊，对不对？还有你的整个费率怎么计算嘛？你可以用基金，也可以用一个，就是基金就是一个方定，对不对？你也可以用保险的方式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来演绎。社工它有5大类嘛，5大类彼此之间他们的差异可能也很大你要算出一个费率出来啊。这卢建德是表示讲，目前上界重要的就是爱避免这社工伫执勤的时违法，也是讲互人甲告。卫福部即马是当咧研究机制，未来这社工是有通由保险也是基金来甲提供帮助。另外，针对着这社工欠骹手，也有最近佫直直受人批评的这个状况，基层这方面是希望讲，各县市政府会当暂停考核1-2档，或者社工界的士气会当加较稳定。再来看，这行政院是决议讲，在厝内底若总有无到12岁的囡仔，即马是会当申请外籍的使用人，新制已经施行要2礼拜的时间啊。林立基同时表示讲，这平台呢相关的专区有真侪人去点来看，这也显示部分家庭确实是真需要有人照顾囡仔。13岁囡仔只会看绘本，31岁陈小姐原本伫个诊所做助理，因为翁婿工课性质，必须要长时间顾一人带囡仔。伫个生第2胎了后，实在无法度去兼顾工课甲家庭，只好选择离职。因为他们还小，容易生病，然后就像哥哥去年底的时候就有感冒了，有点肺炎，然后住院这样子。那就是如果真的恢复正职的话，就要临时请假啊什么的。都比较难一点。如果是双薪家庭，还是会回职场，对啊，因为如果讲衔接太久的话，其实也对公司也不太好，这样子都会有更多担心点。人力银行调查显示，9成上班族因为结婚生囝，改变原本的职业规划，有3成6选择转职去会当兼顾育儿的工课，2成5直接退出工课场，大约13%向公司申请留职停薪，也是育婴假，嘛有人改成接案，也是兼职的工课。调查嘛显示，双薪家庭面临托育资源不足，以及薪水成长对不着育儿成本，父母其中一个爱伫厝育儿，长期落来致使企业人才流失。会开始必须要常常请假，那也因此会影响到自己的考绩啦，或者是升迁等等。根据劳动部去年的调查，其实台湾大概有40万个劳工，他是因为要照顾家人、处理家务而离开职场。
劳动部强调，为着要减轻家庭的压力，让劳动者继续留伫工课场，外籍帮佣申请新制13已经上路，希望强化家庭照顾支持。目前申请数据已经在统计中，预计5月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影像性暴力案件是逐档拢咧增加，即马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今年这受害者申诉案件呢是比前年还佫加46%。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这影像性暴力呢是牵涉到个资、塑料，还佫有军队等等的状况，这款暴力是直直安尼延续落去的。所以政府呢，就要建立整合机制，嘛要强化第一线这侦查的能力，还佫有骹手，莫互受害者一个人去面对。这影片存在网络上多久？当下真的只有一片空白。这是受害者透过声音站出来，甲社会讲出家己受到性影像暴力的遭遇。这种性暴力的代志是真正发生。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今年受理的受害者申诉案平均年增加46%。114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是1521人去做这样的申诉。那这个申诉的部分可以比较在113年多了，其实481人，也就是多了暴增了46%左右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申诉的人数。民团讲。影像性暴力会为有计划的偷袭、骚扰、跟踪等等，形成性暴力连锁体，互伤害一直扩大。不过受害者要求助，却找无管道。学者建议政府要参考韩国的做法，设一站式的服务中心，整合法律、医疗、心理资源，互受害者讨救兵的时，唔免死家踪。被害人一个人必须去面对、去下架、去派出所、去法院出庭、去找社工、去找心理咨商。被害人他必须一个的去面对。诈欺案件都快要拖垮我们60-70%的人力了哈，所以我们希望在人力配置的方面也可以增广警力跟专业辅助人力哈，确保面对海量数位证据时不再孤军奋战。那伫第一线检察官讲，目前案件常常会牵涉到无共行为人甲下关系的问题，呼吁政府唔来强化第一线人员的科技侦查能力，嘛要扩大人员的配置，才通打击性影像暴力的犯罪，守护人民安全。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来关心天气的消息，这锋面通过呢，佮加上东北季风变强，今仔日全台湾天气拢无啥稳定。气象署指出，讲目前这风面已经来到台湾的中南部。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这西半部呢是有局部性的雷公雨，也佮有较大的雨势。明仔载透早这雨势才会豆啊转好。这道锋面的结构大致上面在台湾上空，而附近呢，在我们的近海是有一些发展比较旺盛的对流情形，不过对陆地的影响并没有很大。不过今天在中南部的这一带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有时候局部也会有一些比较强的对流云系发展起来，那造成短时间的比较明显的雨势。气象署是有讲，今仔日一直到暗时，台湾各地拢有局部性阵雨的状况，而且这波锋面呢是会直直影响到礼拜，也毋过刷到后礼拜3到拜4的时阵，也阁有后一波锋面，这天气又阁会起变化，而且温度也会加较凉。再来看，这逐档拢咧小妈祖，毋过呢，煞有人拢是因为健康的因素来出代志。白沙屯马进香期间呢，有一个53岁有糖尿的妇人人，就是因为沿路安尼直直食，而且佫袂记得去注胰岛素，这血糖是压到一般人的7.2倍，人全安尼昏去。另外一个呢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查甫人，伊是因为赶路，这半中途全心脏停去，8天了后宣告死亡。救护车紧急把患者送去急诊。53岁妇人人今年参加白沙屯妈祖进香，为苗栗步练往南。不过伊本身就有糖尿病，为着要赶路，却无注意到糖分，还有热量的摄取量，加上水啉了伤少，血糖却飙悬。我从白沙屯走到北港，又回程到大甲这边了，头有点晕了。我想我说我出事了，我就叫人家叫车送我到医院。负责人表示，虽望沿途巴肚若枵，都摕民众提供的物件来食，啊，不过因为赶行程无注胰岛素，最后发觉身体无爽快，煞来昏迷。到病院抽血检测，发现伊的血糖是标准值上悬的7.2倍，引发酮酸中毒。当你胰岛素不足的话，那个血糖就会一直堆积在体内哈，然后血糖就越来越高哈。
当你就缺乏了胰岛素，没有办法运用，没有办法把那个糖分带到细胞内的时候，它就会走另外一条路径另外一条代谢路径就会产生酮酸中毒。连续住3天的胰岛素，还有补充电解质，附近人才脱离险境。不过，另外一个51岁查甫人，12暗时9点外对白沙屯妈祖乱叫，经过标力，雄雄倒伫涂骹，无喘气。欧卡状态之后，我们就做 AED 的分析，然后电击。上车前，患者有恢复呼吸跟心跳。但是那个到院之后，他又在呈现无呼吸、无心跳的状态。抢救技师表示，迄时有经过电击，有恢复心跳。不过，这个查甫人有心脏病，经过病院抢救8天，要是无好转来，最后伫咧20宣告不治。医生提醒，长途的步练对心脏是负担真大，尤其有心血管疾病，也是有慢性病患者，都要随时注意身体状况，而且定时食药啊，还有补充水分。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针对着这公共便所受设计一套监督的机制，民众若做发现这便所无解清气，也是讲有问题，就当透过这内底的 QR code 用手机通报，也若环保局就会随派人去到现场了解。民众来到公共便所，上惊的就是环境无清气，也是闻到臭味。即马只要透过这 QR code， 唔会当反映清洁的问题，连设备有问题，咪当联名通报环保局。最怕遇到卫生纸不足的部分，然后像公厕就是人流高，那就是使用率大，就是会有环境湿滑的部分。有时候常常会找不到那个公厕的那个清洁人员或管理单位的人员，那我可以透过这个 QR code 可以反映，让那个管理单位可以及时来做处理。男生的厕所卫生纸没有了那民众他也把这个厕所的一个现场的状况用拍照的方式上传到这个系统里面。当我们公厕管理单位补充了这些卫生纸之后，那也会把画面进行拍照上传。通报系统用到单已经超过116件通报，大部分拢是设备需要改善、环境垃圾、涂骹淡以及无卫生纸、有臭味等等问题。环保局接到通报，就随派人去现场解决问题。你使用公厕的时候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地板湿滑厕纸不足或者是设备损坏然后将这些问题来进行通报。那我们通报之后，我们的管理单位的同仁就会迅速掌握这些问题，导入自动化的一个智慧公厕的管理设备，监测到了超过这个阈值，它就会自动来启动我们的抽风机以及我们的空气清净机。除了设立通报机制以外，新北市环保局表示，民众也当透过系统替公共便所拍分数，希望全民拢是公共便所的监督者，让公共便所变清气。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这南投县是伫咧内陆，尤其呢，这水里乡山济，而且路又搁矮，所以大只的水灵车要出入有影是无解利便。在地复兴讲，这土地公庙呢是甲这信众管来的钱，摕来买一台较小型的消防的这个水车，关乎在地消防队守护乡里。台湾真侪所在巷仔拢真矮，好佳在这台是小型的水灵车，一细条巷仔嘛会当通过。南投县的水里山较侪。而且有的路嘛较矮，消防车出入较无方便，所以水里在地土地公庙才会来寄付这台水灵车。咱水里呢会使讲是巷道非常的多，山区呢有一寡产业道路。伫咱万一火灾发生的时阵呢大型的这个救护车拢无法度入去，大型的消防车拢无法度入去拍火。即摆呢有这台这个小型的这个水车呢对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帮助。就用这台10多吨，那个这另外一辆就是1吨半而已，只是差在那个水量的问题而已。其实小型消防车真的对我们的山区或是小巷弄的救灾会比较方便，会比较好。消防队员讲，这台细只的水灵车一台就要超过500万，确实有较贵。不过这间土地公庙是靠在地的信众细条的捐款。豆豆累积起来，靠活动捐出水灵车守护乡里。信徒拢对着复兴宫整个业务，甲讲土地公、土地部这个香火
旺盛的吼，拢非常的肯定。所以信徒愈来愈济，那咱的捐款嘛愈来愈济，累积起来吼，都是一笔会当来做着公益事项的这个经费。咱造起来较速捷的较便捷加的中型的跟小型的，这台车呢要价不菲，也是要500万哦。南投县政府除了感谢各界捐消防车、救护车以外，嘛强调县府有咧应用山区的救灾的需求，来建置智慧化的救灾设备，减少灾害损失，守护山区民众的安全。记者杨秀南投报道。来看这到底是啥物呢？屏东恒春的有民众伫昨透早去翕到亲像是2粒日头的这个特殊的景象，看起来呢是真奇怪。专家表示讲，这应该毋是天文奇景，判断是这镜头，也是讲翕相的所在有玻璃窗啊，才会造成这款的现象。透早5点外，天色渐渐光，不过真足看日头的边啊，阁有一粒尾降的物件，互人感觉若像有2粒感仔色的太阳贴做伙。二三恒春民众甲翕到的影像放伫网络社群顶悬，有袂少网友讨论，有的讲双日的气氛真水，嘛有人讲足成天文奇景换日。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这样子用单眼这样录影啊，落地窗它就是连着玻璃的。实际询问气象站表示，二三恒春半岛的大气层条件无够，云嘛无够高，无法度真做双日出现的条件，而且双日一般拢出现伫日头两边22度左右，会搁带小可轻的色水。这相片内底后壁日头介圆介完整，判断应该是玻璃窗造成的凹瑕。一般来说，如果是出现换日的，它的大气大概要比较高层的卷层云，有冰晶的存在。那在太阳的左右两侧，大概约4角22度，会出现如彩虹般射散的这种光晕。摄影器材跟太阳之间多了一层介质，比如说是窗户，或者是玻璃窗啊，或是家里的窗户。就是多了一层介质，造成太阳的旁边还多了一个太阳的感觉。专家讲，因为日头足光的，粒仔机脑装保护镜就会出现耀光的现象，外面会出现一个光点。若是伫厝内隔玻璃窗也是车窗，光线凹下就会产生贴影，只是一般的自然现象，大家莫紧张。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世界正出名的漫画维尼乐谱到今呢已经有100岁啊！迪士尼公司也是专工伫英国的伦敦来举办特展。You are just in time for the best part of the day, the part when you and me. 这是迪士尼公司庆祝小型维尼100周年的影片，让观众阁想起维尼陪伴大家的日子。英国伦敦办一个干那3天的维尼快闪特展，策展的团队因的灵感就是对绘本内底这个森林来，也就是伫英格兰东南部的阿斯顿森林。特展彰显维尼甲朋友生活的大自然环境，其中这个野餐区，让大家看到维尼甲朋友做伙淡山甜露，岛仔顶的鸡卵糕甲芳蜜罐啊，果水甲，让大家足欢喜。I think they have that universal appeal where no matter what day and age it is, being there for your friends, taking time to reflect and enjoying the simple things in life really mean something all the way through from the 1900s through to where we are now. 特展也按绘本的主题设计浸水式的互动游戏。除了替查甫囡仔克里斯多夫罗宾敲找失踪的鸡龟仔以外，还佫有这座插桥是维尼甲朋友咧耍经典的手机仔比赛的场景，还佫有这个动态展区的主角是跳跳虎，邀请游客来甲跳跳虎比拼，看谁较高跳，大人囡仔拢耍甲足欢喜。Two grandparents that are still alive and they're almost 90. And it's mad to me to think that they would have grown up with Winnie the Pooh too. But my son personally loves honey, and he loves bears, and I think that and bees and the beauty of nature and walking through a forest. 维尼的美种唔但是全球拢有，佫是跨世代的，用维尼绘本改编的作品真正算袂了，包括动画《跳跳虎历险记》。猪仔囝大行动，到讨论作者创作过程的真人电影《永远的小型维尼》，拢显示维尼得到足侪人的喜意。这场特展伫咧伦敦结束了后，预计会去到波兰，也有法国等等的所在继续巡回举办。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所以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受到锋面豆豆仔通过，甲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各地的气温是渐渐降低。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甲澎湖、金门、马祖嘛会有短暂雨，也是局部雷雨。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